神予我的礼物，作者高家辉。我毋是自细汉就是基督徒，因为高中时期身体各样，予我真艰苦。读大学的时，我逐礼拜拢会转去厝，到礼拜阮爸母就会陪我转去学校。逐摆转去的时，拢会感觉真毋甘。会记得，我细汉就是真恬静的查某囡仔，就该去文具行买写作的簿仔。到今，我大部分写作除了用电脑拍字以外，嘛会定定用笔记簿仔写作。所摆，我感觉写作是神予我的礼物。除了神予我有教册能力以外，就是写作。虽然我中文普普尔，毋过写作即个部分是我细汉到大汉上输出的能力。因为我本身体质较敏感，所以我才有法度写出甲别人无共款的作品。我搁伫7当前接触到台文，甲我引起对母语的感情，予我写出台语诗、散文、短篇小说。毋捌外的人当做我是中文系，也是台文系，结果伊拢毋是文科的。会记得有一摆去考上台语认证，因为我一直甲阮阿爸甲边仔姐姐讲台语，予人当做我是台文系毕业的学生，他会讲台语讲甲连长。我甲讲我毋是本科系毕业的呢，我是因为爱台语，甲要为着做台语老师考认证呢。甲阮原本读的系天差地，我认为我会好啊通传母语，甲母语写作的精神发挥出来，喙讲台语，手写台文，才是正港爱台湾的台湾人啦。